来看史上第二座国际太空站私人的行程，将伫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发射升空，有史上头一个沙特阿拉伯女性太空人，这嘛代表讲沙特阿拉伯国王想要透过太空任务来改变外界认为因非常保守的形象。时间倒拍算发射升空，民间太空基础设施开发商公理太空公司一项公理2号任务，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拿鹰9号火箭，伫美东时间21日尾暗暝5点外，伫佛州东岸的卡纳维尔角升空。这是历史上第2座国际太空站私人旅行的任务，在历史上第1个上太空的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写入历史。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representing the government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Saudi Space Commission as the first Saudi women astronaut go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going to be our second journey as Saudi Arabians to space and the first ti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和女性上太空强经3国的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从2017年掌权以来，推动改革，想要来摆脱极端的保守形象的新作为，包含现主是33岁仍然研究人员巴纳威在内，这座任务的4人小组，就要伫个国际太空站顶悬来做20项实验。这座嘛是历史上头一摆有3个阿拉伯人上太空。也那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定位计划，19宣布讲，该含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NASA起源签约打造阿提米斯5登月艇，并配备伫2029年执行登陆任务。Blue Origin is contributing well north of $3.4 billio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NASA 史上第一份登月合约，是和全球第2大富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伫2021年得标，进行阿提米斯3甲4的载人任务。世界第3大富豪贝佐斯的NASA起源，嘛抢到登月艇合约，和马斯克真有拼咧。公司新闻第1人编译。